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素有长寿城镇之美誉的凤林镇，这里90岁以上的长者超过100位。我在这里远离尘嚣，回到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，也在这里细细体验慢活的真谛。我今天来凤林镇旅行啊，就觉得这个凤林镇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生活步调，不管是路上走的人啊，或是车子啊，都是非常的慢。不是说动作慢，是步调，生活步调比较慢一点的。这里也是长寿之乡，所以是不是跟这里的环境也有关系？一定有关系的，水啦、空气啦，非常的好，所以自然而然就是长寿了。我觉得让旅行来的人啊，就会感受到那种放松，然后很自在，就会想要多多的感受这种慢生活的这种生活状态。那也欢迎你们多邀一些亲朋好友啊，来我们凤林镇走一走，体验一下我们叫慢城，什么叫好山好水。凤林除了是全台6大长寿村之一，更是台湾第一个获得国际慢活联盟认证的国际慢城。居民的生活悠然放松，而在这里不能错过的就是在地著名的长寿步道。我觉得最特殊是我还看到很多的人啊，都会走在马路上，而且也是靠中间，然后我觉得好有趣哦。你讲那个啊？对，那个是我们讲凤林镇的长寿步道哦，真的哦。那个市县道，可是他把它规划成一个长寿步道。在像我们这个年纪来讲，最好的运动还是走路。走路哦，所有运动里面，走路是最好的运动。哦，难怪不同时段都有人去走，对，走在这个马路的中间嘛，对不对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校长告诉我说，这里有很多客家人的原因，主要是要从日本时代说起。经过多次的迁移，使得凤林镇成为一个客家庄。凤林的我们客家人过来是应该在120几年前左右，那时候过来的。桃竹苗的客家人是从大陆直接移过来，然后我们凤林东部是从西部移到凤林来，所以才会讲说第2次移民。过去老一辈人讲是来到这边很辛苦，是来开垦，都是要靠人力去开垦出来的，生活还是很艰苦。听完黄校长述说后，了解客家先民迁移的历史，也因为先人的辛苦开垦，才有眼前悠然自得的生活环境，更是人所展现的生活方式。我体会到了凤林慢活城的氛围，享受大自然带给我的平静与和谐。